大家有好生，马上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泽伟。大家好，我係欣欣。澤偉，哈，我係讓你講哦。好。你今年啦，我來問我哋當好小嘅問題，我唔點用辦飛塔機呢？冇問題，講係點？比如講，佢就問我，媽媽，該水里啊，係對該天內下生出來嘅冇？我喺度講，我點無限，你看下電視，看下新聞，好冇？哪有？我講台灣哦，有一隻很多天下線里，佢就上到天內下。看到未？我看你發燒嗎？例子嘛。看清楚哦。你啊，所以很多天下線里，做得名一下。哦，真嘅有兩個東西。線里吼，我攏講你一定有識過，你啲台灣當普遍。我有識過。車車。車車。迪拜拍拍。啲毛杯唔識過馬蹄條，見到比起。佢有片係寫上安用hin哦。係啊。你兩個識過，佢唔講我唔識嘅。哦，我就冇辦法，你唔關心嘛，唔讀書，我就搶比起達人那種講，買個很多地下雪梨，好冇？分享一下你比起他們劉玉玲，分享給你。Hello。太太你好。哎呀。你那倆球係比起哦。你攏結講，做嘛很多地下雪梨。地下雪梨嘅，迄就撕起來吼，沖梨嘅用嘅按用，切切甜甜，嘿，那有啲甘蔗按用嘅米絲，甘蔗米絲甜甜，佢你也食，攏你也食有冇咁樣？哦，呀，是整熟嘅。哦，整熟嘅，哦，你係生嘅，佢你建議其實嘛要是生嘅嘛？先是生嘅，醬油雪梨嘅米哈，先是生嘅，這我很愛。你醫生港式料理有馬蹄條，應該就不用料。也有很多馬蹄。客家話用乜嘢嘛？麻薯。哦，麻薯。麻薯。上海些時候咧，口感有啲像嘅甘蔗，甜甜。甜甜。就切切甜甜按用。其實我知道上海東後生呢，東後生煮出來哦。走。你講咧整個是用切切，那個都有帶點玉米澱粉的那種甜米，但我手感聽唔過，我知道，那個種熟來食，梗係口味很下甜嘅，水分又下多。我啲啦，可能因為吼，你唔啲嘅生案呢，按你會當難處理嘛？起皮我就會先整熟來。整熟咗來削皮，較好處理啦。迄個安尼畫起來奶細啊，安尼出做做得。連皮做得食，連皮做得食，做得。我咬哦，咬。連皮做得食，做得。咬一輪嘛。很好吃。它就是地下雪梨處理過就懂好食。土特利啊，吼麻薯，唔係種埋太假下唔啲嘅奇奇怪怪。西洋菜啊，芝麻菜啊，然後路橋啊，然後我種的路橋是小本種的，就是散紅的原生品種。散紅原生，細嘅，係懂細用的。芝麻菜我啲，我食過素食火鍋幾個度，咬起來就是有芝麻的香味。咁厲害，哇！竟然燙起來吼，竟然一年四季你都有種，特質幾隻嘅菜，竟然無限之差咧。時間即家啦，就即家，錯，就即家去調配啊。好，根本你哋帶來嘅農場吼，最厲害嘅之一，就係講嘅麻薯，用麻薯嚟做出來好冇？好啊。一開始係成做乜嘅？五色蔬菜湯。五色蔬菜湯，用養農場嘅蔬菜咯。是啊。來開始哈。好。介紹一下，倆係鳳菜條嘛，倆係馬鈴薯，然後這個是香菇，然後這是荸薺，然後玉米，然後這是小松菜。你按到小松菜，當然唔啲，幾位老多幾係青江菜啦，也係乜嘅？是油菜。係油菜。就是日本，有人講是日本的油菜。油菜。做得上什麼？
一般我们某建议上是煮，嘿，都煮汤啦，或者炒出来用。也煮白菜，白菜，好来，既然都开火了哈，莹莹，开火哈。好，一般的汤煮好啦哈。既然是蔬菜的话，对。哦，你食材你做的是咯。哦，对啊。吃素的人有好福气的哈。好像就做较健康的啦，然后你又唔是重度的料理呀。因为既然人家农村种很多菜啊，食材咁好啊哈。好，你个差啲讲tomato，凤菜田来切滚刀，不用下去。对，就不用下去。好，甜瓜哈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就切马铃薯，用一样切块状。一年四季都有菜来种，你哈种菜吼要一辛苦，因为你係自然農法嘛，知道冇？啊，有機。有機，芎不用下去。芎不用下去，然後我們再來切香菇。你香菇係你自家種的嘛？香菇可以拿便宜的椴木香菇。哦，椴木香菇。用原來的就是相思樹那用的，很種啊，較香。較香，食起來口感較有彈性。臭。太軟。然後講香菇頭一定要不用的啊，因為香菇頭最香。這樣問題是說，如果招待客人。因為它更啱吃，口感就比較不一樣。對，它啱吃的就看冇按。口感就冇按好，所以我們就會就吃它。那吃它，你其實自家煮湯的呀，自家吃或是煮茶水。煮茶做的啦。煮茶哦。對啊，香菇茶。對啊，就自家煮茶，就不用等了呀，就煮茶就好了呀，或者用熱開水就沖下去，大概燜10分鐘。還有乜嘢做得做啲冇？你除咗便用炒嘅。當後生，用炒用炒的就當後生。你要調要小腿，它其實就像那個小腿，非常緊用，雞肉絲，對，做嚟做沙拉，炒，你那邊客家人啊？苗栗客家人，對，好，香菇切好嘅哈，芎用不用下去，我們直接不用下去，好。好好玩哦，这很像你C时节的玩家家酒。那我们就来处理荸荠。主角来喽，哈。好，2年用伴走。那麻薯啊，就因为人家洗好嘞，人当杯就用刷子啊，都会种的。那当杯毛刷掉。是，然后当杯就切一下头老梅切一下因为鸦片哈，有时我们用刷子哈种都抹暗枪，那我们就把它这样子切起来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头切之后抹饮食切。是头切就好，那我们就。生牛。荸荠就会上了天来喊。这个鸭背这个都做的什么？鸭背做的是，那个鸭背大部分它都拿来做肉。做肉的，做肉的，晒枣带药性，它可以做以煮茶水或是要做的，它就是带药性这样子，就用神呐。对。这几个开发嘛，用板给它发黑用板看起来，枪嘛改。像褐色、紫色那种，就摊的啊，CC 那种。懂 C。CC 某地胎，对，然后懂叫标写了。它其实花期很短。它懂叫是掐的嘞。对，是。它煮出来应该没有甜味啦哈。有。如果要较甜哈，因为做得上司就不是做安久。好嘞。等下张标也系厉害做的标，反正佢做得煮嘛哈。做得煮。好，再来切的系你的包小。包小，水果玉米。然后做得上吃。煮同也做得，好冻好吃，它冻甜。你要冻流行的哈，水果玉米。对，炒。上色冻种水果。对，炒。因为它吃起来，因为它甜呐，然后有一滴滴的那个。像牛奶咪絲，牛奶的香味。對，所以了牛奶咪絲，正加安利湯嘅甜味。炒。其實等佢滾，你要搶出來，張標去做得好，後來等佢滾，炒一切嘛。
小松菜哈，切大概就是6公分那种，好，先切哈。好，里面来上等下滚的，就是不要通常来讲哈，你蔬菜莫煮了太绵啦。炒。讲到咧小松菜啊，做妈妈已经挺求地里爱菜，因为你爱系这个菜类里面，它的钙质含量最高的，所以呢，它又叫做高钙菜。对。所以该东西应该来走在可以是你爱副食品的时间，去料理煮熟来和打成泥，本基是就会希望它可以骨骼跟牙齿都发展得很好，就是让它那个骨骼长得很好，钙够。对。那蔬菜它有膳食纤维，对，都非常多。那像我们刚刚讲的荸荠、麻薯也是一样，它会有很多的膳食纤维，那对我们的肠胃也很好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个都可以多吃多吸收。对，好，你看一下，滚嘞，那不用还一张挑米啊，还讲，不用还一张挑米。好，你把小松菜还有小白菜不用下去哦。然后落去中了，对，看起来当酱哈，好，不用盐嘛，一下等于滚，等于滚啊哈。安用改汤，然后再是讲蔬菜的高汤，炒，因为它地白毒亚又淀粉，对。它荸荠其实也有含钙嘛，有，然后它像那种有乌参呢，那有黄的，有凤的，然后有强的，有拍的就白。马铃薯，然后有无的就香菇，还有我们的荸荠，然后这个就可以做我们的蔬菜高汤。好了，滚了哈，不用盐哈，来。因为加咸红啊，吃到做得弄菜底部都会甜米煮出来哈，安尼哈。好，做得嘛？做得啦。那有的人做较咸的，好，加。原来较咸点啊，加一点。好了，因为较干你们。真简单，饭呢？哇，好嘞，安尼是做得嘞哈，这个当简单。那我们就直接放进去来哈，来，放做得关起来。就是所有有。营养加吃嘅青菜、细枪、煮汤就做得嘞，做得，就按用又动简单，然后吃饭的时候还用做些转来，又冇按多时间做，就是鸦片就用落去就做得嘞。还有两下清淡然后好食下清淡。炒。来墨西哥荸荠、麻薯来煮汤的哈，当上来吃看啊，等下唔伫遐样摆型的面食的哈。佢煮看咧，糖吼会冻甜，然后有冻到那种蔬菜的香味。系啊，迄讲有菜头咩做得冰，冬瓜咩做得冰，来炒。来，掉起来。什么玉米啊？抢的你食的迄么解？五色蔬菜汤。来了。压会出去，所以我们基本上磨按豆就轻轻的夹，用，你就不用落去。轻嘛，其实开始煎油结的哈，好做得做得变的哈，哇，神标美乃滋，然后我们就让它来跳舞喽，彩鱼就可以在上面跳舞。
来哦，还有稀子的糖哈，因为我吃到了量没做得好食，哈，因为冇油，我天先生係最好的替代食物哈，很多乜解？麻薯，上麻薯。你睇下啥喎？佢煮過以後啊，佢算係君子。你點解講到君子嘛？君子菜就是第一貼數第一度嘅包小，香菇、小餸菜，也係講搶出來的這種香味的第一度，它就變成了一種很清爽又不一樣的麻薯。湯呢？就是青菜的鮮甜，冇配改形容嘞，就會動氣如動甜，完全冇負擔，改痛。感覺吃完以後，好像今天做的所有的壞事都被淨化了。我沒有做壞事啊。你弄講你係痛哦，我去到轉緊50個加油嘞，加乜嘅香油沙料全唔是嘞，天時機面前嘅觀眾你都要煮哦，就按樣煮就好嘞。佢甘薯你係嗆菜，改起撈啲改甜就好。唔過喺講真嘅講實在嘅。特仔你做得加一滴滴的香油啦，有抹香油米絲，把青菜的甜味提出來。做得，好棒的蔬菜哦，感覺我眼睛都亮了起來。聽聲要講啊，因為我來問我要嘅冇嘅，所以呢我想嘅問玉玲姐，你做得上一家料理做得本來帶轉去煮本來來學嗎？用芽菜。我們可以煮美味蔬菜大阪燒。哎呦，3年太年人都好，都好哈。來，你叫來做一下嘅美味蔬菜大阪燒。好，我將從廣島轉來哈，我吃到廣島燒，今日當歡喜做得食到大阪燒哈。大阪燒大阪燒最主要嘅哈，係你米絲嘛，唔過你阿伯用蔬菜做基底。哦，對。唔過要加你麻薯，哦，太厲害了。係你用你基本你種嘅蔬菜為主了哈。你看到嘅馬鈴薯，紅菜條，還有。整熟嘅吼，你整熟嘅嘛，做得不用散嘅嘛，做得啦，咩嘢咪做得哈，然後加食堂嘅小餸菜，小白菜，好，還有你做嘅大阪燒嘅時間，做和的那個麵糊，你還乜個麵粉？中筋的麵粉哈，誰人用嚟去？中筋其實它接疏度較高，然後不卡做得都有嘅，哦，它接油嘅哈，當然嚟你看。那個大阪燒當波一聽我以為就是柴魚在跳舞。你啊講那特別咯，我不卡莫安尼講的，自家帶來係嘛？你係乜解？和風醬。哦，自家調的。自家調的和風醬。它唔會按細香。你用板條。你就加一些調油啊。和風醬油。嘿，你如果好酸條米，你就加掉誒。那奶卡好。柚子味啊，或是紫蘇，做的切的，容易調落去，它米絲較強，清爽，對，清爽，一直講麻薯就清爽，哦，開始來做哈，好，我們先切馬鈴薯，好，然後我們把馬鈴薯切成絲狀，來頭先。談到大阪燒啊，眼睛就亮起來。聽出來好氣了，真係做過我來食。真嘅，對，真嚴重好食啊！我記得台灣啊，有嗰種當你去學日本嘅店，所以講，譬如說2、3、3幾百間而去一家做得做大阪燒。係哦，係。這個大阪燒吼都簡單啊，都方便啊。然後這個不卡，其實用馬家蔬菜啊，都做得撈落去。我想到咧，生意呢唔好是搶出來時間做了。哦，對啊，就做唔得透咧。好方法，冇法度本佢乾食，吼。因為有加美乃滋啊，有啲甜甜的醬油嘅關係，生意就好。好，來，不用。哦，你出隻標喺第8度係嘛？出隻標喺第8度就好咧。紅菜條，
建议你啊农场啊，按台一年四季啊都做按度的，按种按度的菜有嘛啥拢乡下。哦，就有眼老公啊，哦，今生年咯，吉泰。生年一早今年在太后毕啊。哎呦，很后面哦。然后一早就还那套书。大学2年级，要升3年级。跟差不多袂好命嘞。差不多嘞。他是自家电脑不会做事的打工嘞，客家人啊，给亚为自家都以身作则，所以生人的自家啦会学起来，自细就看身教。像用切丝的迄风菜头哈，好，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角麻薯，然后你看就切片也做的，因为给它洗咩哈，切片做的，对，是用白给口感嘛，就它有一些维生素 A 啊、维生素 B， 然后维生素 C， 然后它一些我们蔬菜的一些比较基本的，就蛋白质、糖类，它都是蛮均匀的、蛮混合的。那它因为是蔬菜，所以它对我们人体就懂健康。有人偷笑。这个偷笑哈，你爱用不爱上多，还不爱做生菜沙拉的时就做在加落去嘞。系啊，做的，这些生菜沙拉的时候做的。我大摆对入街都有食材甜甜，上外如果切切个口感，还是上到小黄瓜甜甜，你还有咖喱爱麻薯嘞。特别做在代替苹果啦、脆口类的班类啊，有冇？然后它的糖度不会跳高，好，我们这个就好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切我们的蔬菜。因为啊，虽然讲大阪烧东方片吼，要做咩做汤盆啊，唔好煎。煎长久啊。好，同样吼，那小松菜切。一团一团的，细团的哈。细团的大概0.5公分左右。哎喽，小白菜一捞去，如果再加上鹅啊，就是鹅啊煎。错。正经啊，我做迄讲不用海鲜，因为我本来吃了讲，给麻薯百搭。超，麻薯真经百搭。你真的要做。是蚵仔煎就直接把面粉改成太白粉。嘿啊，它就是了。加卵做蛋煎。抽。按你切的部分就切好的哈，好，两个弄整理一下。你要调面糊诶。调150克。对，差不多150克左右。然后要加点水。好。水呢？水加比例用半去烤。出加一啲咧。可以做你盐去了。所以水加比例就系切价会去判断咯。因为蔬菜也会出水。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按度，就轻轻的夹，按用。要不然我们的面粉就会夹痛到。等下剪的时间唔好剪呢。错。轻轻的夹哦。迄讲上爱细啲的有咸咸，你啊做的不用一点的盐咩唔怕。错啊。那就要吃健康一点，奶就有啦，因为美乃滋也有咸的，然后那个柴鱼片也有咸的。那像我们的和风酱，就是因为用那个酱油调的，所以它还是有咸度。那其实咸就做的这个不用啦，而且它是那个日本大阪的第2代表的那个食物所以咱个名听起来这么微，原来看到人做起来唔会当难啊吼。像平常度有嘛该做代表。顺沙前已经开火了吼，开火来先烧油，系冇？唔是这样烧，唔是这样烧哈。它唔会烧焦，出火来哈，稳的就做得好，就做得了。好，那喜欢的也可以加一点点胡椒粉，还有加同米丝，好是冇？我做得啦，做得哈，就加掉黑胡椒粒哈，做得，你讲停还是停哦 ？OK，
有看有一个熊咪。嘿，好特别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加油嘞。火还最 safe 而变胎嘛？就中火就走。中火哈，英英帮我们开一下中火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就不用落去。哦，Kim 嘛，给出开始煎。突然觉得好棒哦，不卡中按多吹，不风采的时节都唔。油啊，要看你油啊，你讲啦，太冻姜。今天我们讲嘅风菜是属于老几了嘅香菜打铁咧，哈，糟用香菜打铁咧，冻姜，你就嘅新贴球毛咧，不太水呀，因为蔬菜基本上来做种一张嘢啊，那个毛咧就长唔到咧，系啊，每种都太爱顾忌一张嘢，喺团体做爱这个定下那多嘅事，嘿。當然啦，有啲人想講，啲啲地方都想改啲嘅亂面做得啦。大家在做面糊的時候，用啲愛想乜嘅？一般嚟講，像我會做嘅方案，自家是做過類似咁樣嘅，像肉嚟安尼切好哈，糊另外做，再把那個菜倒落來，因為菜要讓它磨暗色啦，它早的喂。好，你帶下差唔多有結嘅嗬，好做得哦，做得變嘅嗬，去，哇！磨肉絲有冇特別難做嘅？因為你嘅風菜頭切絲嘅，哈，你嘅比起不難做上都係食，佢熟出來呢，何況我們還把它煮熟了，哈，好，就等菜等你那個一面熟，你就做得上來做組裝，哈，等下背那邊吼，當然切啊用當背啊用，就做得嚟，擦嚟哈。因為紅蘿蔔才做得上色嘞，菜就有熱了，它就做得濕嘞，也差唔多啦。差唔多嘅哈，油我又少咯，又健擦嘅感覺嘅，有陣時看吼，我哋嘅肉連做當好。因為沒有面糊，其實它很容易燒焦。你講講黏沒法，你看給它轉，天天你就知道啊，它其實可以轉了，底下已經凝固了。好。好，做得嚟哈。好，料都盤燙了，哇，好漂亮哦，感覺是太陽，好，用嚟哈。好，撒下來。菜我們就不用一些美乃滋，先不用美乃滋，那美乃滋就自家調，就又懂更好，就一點卵啊，一點就做得了。然後我們就讓它來跳舞咯，跳舞了，柴魚就可以在上面跳舞。哇，哎呦，其實覺得日本嘅披薩，超。披薩你要做的是鹹的啦，像我們做西啊，我要的就會吃較鹹的，那就做得加暗用，唔愛暗甜，那就加西年好吃，暗用就太黏的是，太黏好吃。等下再加，就加沾，係沾啦，對，夾等佢跳舞嘅時節同大家講，你想大家食咧係乜嘢？美味大阪燒。來咯。它油条尽量变多啦花枝姜然後迄個高粱油嘛差不多比例用吧2:1啦哈。那你嘅高粱嘅肥瘦比例呢？剛才你切開來破面啲料味哈，有啲切啦哈，補充啲啊，
哇，好大气的料理哦！好料哦，料牛跟面哦，朝下哦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这个也在跳舞啊，忍不住拍手。嗨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哎呦，你真的掉出来了。当然啦，哦，大阪烧呢，哦，来，哦，那么像个柴鱼片边啊，可能因为蔬菜关系哦，那柴鱼片变到懂葱腰，啊，原来是好吃哦，好许都咬字不清。哎，你看蔬菜剪过以后啊。用家家煮的汤的完全冇共样诶，有一张锅气的底摆度之外，它的加蔬菜面是冇分其他酱料冲着，当厉害诶。系啊，它含有菜的面是都底度啊，然后你吃起来又懂健康，嘿。韩国咧全部係菜哦，我冇想到竟然口感很豐富。哦，跟我來品嘗一下。因為底擺度有乜解體毛？有麻薯，麻薯啲底擺度攀咩當葱有嘅角色，因為有啲菜嘅剪到溫軟軟，哎，透過麻薯的連接，對，嘿，它的清脆度很脆呢，哈。跟我唱按厲害嘅比起嘅能人，我唱馬上嚟交流下。我唱兩位哦。佢懂 international， 不過呢，一個中式料理凍腔，嘿，攏係香港嘅人係冇？你想到係嘛啥？涼潭啊，佢懂厲害啊，哎，佢做出來有那種小當家的氣勢，佢懂從書啊漫畫裡面走出來，講嘅人工書走出來，很有氣勢哦，做菜哇大氣得不得了，看佢。用牙比起做嘛個菜，唱一出來。好啊，好，哎，你來從你嚟提出哦，中式劇。哦，結果哦，來歡迎師傅你好。你等一下，你有沒有等一下？那我給出來。比起對師傅對主廚來講，當重要嘛？也做。增加東西的口感，增加口感。你看，你用點嗬，做糖相比起，大阪燒厲害咯。冇試過大阪燒有按切蔬菜為主的這個大阪燒，那時候凍好食。你用乜嘢嚟搞料？佢咪用客家的梅乾菜哈，然後荸薺，然後花枝哈，海鮮類的東西哈，做一個結合，給它。該做乜嘅樣板嘅料理？兩紅菜hen，梅乾荸薺花枝燒。哦，也是燒。也是燒。用頭前冇共用，因為頭前啲食材，要幫你批一下肉，好唔好？來看一下，做梅乾荸薺花枝燒。講到搞料哈，師傅真係當有心哈。你看人家做一個大阪燒，佢做花枝燒，用人嘅荸薺按好料哈。故說講見邊個花枝燒咧，有一種，我看到油條啊，就知道哇，這個一樣會非常非常的好吃。好，來介紹一下見邊個食材好冇？一定是油條哈。油條。花枝薑。花枝薑。高牛哦人家梅乾菜主要梅乾菜哈，加入一些客家元素啊，然後生菜是要給它墊底用哦，對，還有最重要的荸薺哈，整做乜嘅？好，我先油條哈，油條要剖面哈，剖面先切開來哈。剖面哦，今日你除了用嘅等一下嘅料鋪落嘅油條嘅。內裡底擺度係啊，對破。一條都按重差不多就做6條啦。6條哦。對邊就是6條哈。好，6條。用下冇切切去。個條妹切哈。好。就按切哈。但油條盡量哈便高啦哈，便冷凍拿出來切。哦，便冷凍出來切係啊。較好切。好。哦，我哋要切好嘅。好。冇而
因为师傅会开。哦，要三提出错的哈，师傅就教太讲用板做俩头菜，用板切油条，先煸过煸冷冻，煸冷，不是煸的，冷藏，煸好拿出来，哦，煸好拿出来再切，好，三号来做嘛该？再来生菜哈，切条去切丝，切丝。变起来哈，泡到变水，用古人哈，切在碧琪哈，碧琪哈，碧琪合方用讲，马术啊，马术哦，马铃薯用讲，马铃薯用讲，踢条，你讲踢条吗？唔係啦，太條講踢條啊，哦，太條講踢條，你講，你頭先講嘅踢條係花生，哦，跟用嚟講，用乜講啊？用連字唔會講嘛？馬鈴薯外來種，所以其實就馬鈴薯，就馬鈴薯。哦，跟咩做得用客語嚟講英文哦，tomato，跟 tomato 係 tomato，它是就講 tomato。我來請客語老師來教你好。好，你碧琪哈，切對切以後再來切團哈，再來切幼一碟一碟嘅，哈，一碟嘅。啊，我啲嘢係自己嘅口感哈。口感，我是講梅乾菜整嘅，即係多元化咧。唔過嘅啊，佢經要要煮嘅梅乾菜嘅汁嘛，唔過花枝。唔點用版嘅字面誒，當好奇哦。係啊，人家濕濕地咧哦。好，我再睇一碗哈，來。再用下去哦。你要做做底部嘅餡料。餡料哈，跟你梅乾菜要切哈。係梅乾菜哈，咁你細個嚟啦哦。你可以細尾槍來。我底部要動到啥嘅哈？我按下哈。我可以細啲調嘅東西哈。哦，有啲灰塵啊，啥嘅啊。我哋切幼幼啦，一細號咧。好，跟你自家種菜，你自家要做梅乾菜嘛？有啊。沒有啦哈。有冬天的時候啊，有啊用雞菜較多的時就做起來啊。先做酸菜啦，酸菜，好，唔椒，花枝薑，花枝薑哦，然後你個高粱有嘛？差唔多比例用嘛2:1啦哈。2:1，花枝薑2。伊主題係花枝燒嘛哈，所以花枝較多啲哈。太長。走的。卡起啦哈。按你看越比較大氣。師傅，你講嘅花枝薑，花枝薑，然後嘅高粱2:1。2:1係。咁你嘅高粱嘅肥瘦比例呢？7:3哦。係瘦7，肥3哈。通常都7:3，它都比例啦有油脂哈。對啊，胡椒粉哈。一絲嘅哈，胡椒粉。提味。加起麻雞粉。對啊，太白粉哈。太白粉嗎？啊，條冇聽到哈。好。聽到稍微粉。咪糊哦，粉哈。好。然後。哇，原來人嘅部卡來到當習慣嘅嗬，你人係哪個哦？係啊，我學進來啊，學進來啊。兩隻樹來本意哈。好。拉會散來，拉會嘅。仲比潤來。潤來係。師傅，我有問題哦。我挑戰是做大阪燒，今年要做花枝燒。花枝燒如老咧，章魚燒如買冇共用。章魚燒冇共用啊，啲味餡料係章魚燒啲味。章魚。啲要嘅咪係。美乃滋。蘿蔔類啊，白蘿蔔泥有沒有？然後再加上它的一些粉有沒有？哈，它裡面放一塊那個章魚肉，然後煎到外面脆擦用。擦。對。應該係油不燙少嘛？問下師傅哈。師傅按咗定冇？唔係燙少嘛？差唔多嘅，該打開來好。好，炒邊潤來啊！好，炒邊魚，我哋一批到梅乾菜嘅米絲哦。好，蘇大伯，唔是哦。然後再盤呢，好啦。然後一油條哈，拿起來。哦，出嚟用蒜。加下你切開來破面啲啲味哈。對半切。離波啲層啊哈。裹上去啊。好。哇，好大氣的料理哦。好。一隻哈。好。先一隻，再過一隻。一隻。
玉玲有好起来吗？有，厉害哈！你可以做蔬食料理啊。好，那相信牛奶这今年新冠都挺臭，伫个上爱用办用爱农村个菜来做咧料理的哈。不过师傅，像安尼个牛奶这个实在啊，家己系冇法涂用咧花枝浆，然后系鱼浆，用办做，建议用办做较好。你不用菇类啊，菇类做得啦，菇类系冻油油嘛。系啊，佢冇就该捞个面粉啊，面肠啊，切的，蔬菜，用下去，后边切到底尾来吼，做得啦，系啊。好，差不多一条油条，加师傅差不多切6块，这个破面哈，你可以做8、2、4、6、8张哈，拉嘞，好，安尼拉哈，拉嘞，哈。好，我来做得哈。哦，你俩剖俩吼，俩肉跟面，肉吼朝下哈。用下背啦哈。谁佛时候嘞哈？谁佛？做得嘞。我哪了你？我以少林寺。其實油條啊，冇買嗰陣時其實好破嘅啦，嗬。唔過我記得咯，冇買香爐，係冇買香爐嘅，嗰啲爐嘅油條係係食麻辣鍋嘅嗬。有早伊個跟東香爐咧。係哦，這個炸時間咧，你出來擺一下盤哈，來弄啲個水準備嗆哈。師傅有熟有。我要嗆出來要先大袋哈。好，大袋。好，你看哈，其實師傅呢邊嘅時間，看家肉嘅哈叫胖起來，其實表示哈嘅油落去也叫少嘅，因為東西它會膨脹嘛。那麼個剪刀哈，好熟咯，好熟嚟哈，熟嚟哈，差唔多啦哈。因為油嘛變得差唔多嚟啦哈。好。好。一烘來後咧，加太火要逼出來。油條了面吼，幾句香下，香下吼，哇，好漂亮哦。因為油條係是油，所以你本嘅貼油就變上下，油本嘅貼一下。阮打檔背吼，佢唔會做啊，佢就唔會搶。好，好，你要用快也要用夾嘅。也用數，數下夾啦，數喺溫人咧。好，來，還是擺盤咧哈。擺盤哈，組合呀哈。組合起來。哇，世界級的料理。係哦。是有啲嘎嘎油好食的哦。這感覺好豐富哦。不用練哈。哦，不用練哦，懂事哦。沙拉咧。沙拉哈。沙拉。哎呀。同用魚沙拉，有芥末也可以哈。哦，沙拉沒做得哈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這個也在跳舞啊！哇，好，好，還有那個香鬆啦哈，撒一點香鬆在上面。加香鬆，你係香鬆落去就動日式嘞。來吃到是做出來非常的大氣，客家日式料。日式哈，這個哇，忍不住拍手。哎，我特別看漫畫有美食的呀，我都知道，我看到唔同就漫畫底部對應。哎，腳點嘛，東西一彈起來就唰那種感覺，有嗎？有哈，來，有那個帥氣的感覺，好冇？來，丟起來，趁佢哋跳舞嘅時間，讓大家講，師傅唱大家什麼歌？梅乾碧琪花枝燒。來喲。
个味觉是非常特别的。龙眼平常时是懂些，顺序、口感跟认知还某同样哎。油条脆脆，老李的比起相呼应，也脆脆。不过形容系脆脆的东西，才因你家最多系冇形容嘅口感的层次。还好，师傅给你80个赞，还有20个。玉玲姐给，对，另外20个玉玲给哦，100分。夹来食，因为刚刚是一塔达吉玛斯。好脆哦！我这边是都是香气比来口感，含我含到头前呢，因为一咬下去，它冲上来的是花枝姜、油条、海苔料的香气冲到鼻子上面，你这样感受到个哦，我哋咬的很麻嘅东西，这个味觉是非常特别的。龙眼平常时是懂些，顺序、口感跟认知还某同样哎，那个气冲上来有冇？你系啊，韩国应该油条脆脆，老李的比起相呼应，也脆脆，当然是。不过形容系脆脆的东西，才因你家最多系冇形容嘅口感的层次。还好，师傅给你80个赞，你还有20个。玉玲姐给，对，另外20个玉玲给哦，100分。玉玲姐，你还比起你还马术，本来呢4节师傅做了按厉害出来，敢不敢满意？哦，让梅干菜那个带那个香气，整个味道就不一样。对啊，然后又懂客家的元素在，对啊，这个可以当我们社区或是我们农场的一个主食。好，这马上就肯定了哦。沈梦师傅呢，大摆不那个惊喜之外，大摆结束的那些挑战哈。但比起的东西，有特别弄做在这个搞太家一张，很简单的料理，譬如讲炒菜啦，做在用嘛个菜来炒。炒菜哦，它简单料理，它做的煮羹类啊，海鲜羹。羹哦，海鲜羹。我很会聊天吧？我们在聊天当中，他摆出来做不会你死了。因为为什么是我阿姐讲，按口感料理。农场哦，西龟路按后是的蔬菜，他摆带某看了，你讲爱带特别的嘛哦。你聊天有聊到什么？西洋菜。还有呢？芝麻菜。太好了，我们就用芝麻菜，下次拼好的哦，莫这哦。各位乡亲朋友啊，你看按简单的东西，有上时看你有冇经验哦。你平常识到的有注意到吗？出枪案例，细细的事情，他注意的位，你就会发现太师嘅。当然，太师嘅地备度有包含你工作时间一天来数看呢，大家有好食。欢迎国家来主席。张来了，来讲讲声。非常感谢来参加亚杂大家友好式的亚杂节目，第二片好多动作，那有客家特殊的元素梅干菜加到底度，那希望来做出亚片好多的能变成来农场的特色的料理，沈梦客家。